Hello， 又係我 Kiki， 今條影片嚟同大家傾一傾錢。錢多錢少決定你支球會嘅奪冠率，咁究竟奪邊一個聯賽冠軍先至係最值錢呢？而為咗睇呢一個聯賽係咪傾家蕩產都值得，今期我哋通過列斯聯呢支球會話你知，錢唔係萬能，冇錢就萬萬不能。好難講嘅呢。好，廢話少講，我哋就開始。列斯聯呢支球會可能對於近呢10年開始睇波嘅朋友仔嚟講咧，會有少少陌生 ，maybe 會覺得佢只不過係徘徊英超降級區嘅一隻小貓咪呀，毫無威脅性。而且英超近呢10個賽季入面，佢只不過係踢咗3個賽季就降翻落去英冠啦。但係喺60、70年代英格蘭三雄爭霸時期講嘅三雄，指嘅就係曼聯、利物浦同埋列斯聯啦。想當年曼聯以呢個華麗嘅攻勢稱霸60年代，而利物浦精密嚴謹嘅戰術，話你知咩叫做 never work。至於列斯聯嘅話，如果利物浦係鐵血軍團嘅話，咁列斯聯就係叫做鐵血軍師。當年執教列斯聯嘅教練咧係Don Revie先生，佢嘅風格咧就係真係鐵血中嘅鐵血啦，無懈可擊嘅防守同埋侵略性嘅進攻，問你驚你。但係咧婉轉少少講咧就叫做揦撒，冇錯，因為列斯聯想當年咧有個朵叫做 Dirty Legs。1966年嘅歐洲博覽會杯半決賽，喺對陣薩拉國際比賽之時，Don Revie就要求當地嘅消防員咧將水灌入去球場，令到對方咧苦苦掙扎於呢個泥巴當中。結果適得其反，列斯聯喺開賽11分鐘之內就落後咗3波啦。依家英超入面覺得入邊一個球隊都有呢一種 dirty 嘅風格咧，可以留言話我知，睇下你哋諗嘅嗰個同我諗嘅嗰支球會係咪同一支球會？好啦，冇跑題，我哋繼續。嗱，揦撒咧係揦撒咗啲噶啦，但係你唔好理，不論黑貓定係白貓，捉到老鼠嘅就係好貓。1919年成立嘅佢哋，你哋唔好聽成立2個字好似好簡單咁樣。如果從英格蘭嘅球會 build up 嘅 drama 程度嚟講咧，保守少少，列斯聯真係算 drama 程度可以去到 top 5噶啦。前身係列斯城嘅佢，因為俾前球員舉報佢哋非法支付球員嘅薪資，而被呢一個足協調查嘅，最終球會被勒令永久解散。OK， 喺呢度我哋講講何為非法支付薪資，因為當時嗰個環境咧係正處呢個第一次世界大戰啦，然之後英格蘭足球聯盟咧就規定俱樂部係唔可以對球員支付薪酬呢一件事嘅。咁呢一位前度球員咧就因為當時唔滿意自己嘅薪酬啦，於是就同球會 argue 啦，結果攞唔到佢自己滿意嘅薪酬咧，就決定要舉報啦。其實當時咧其他球會咧亦都有呢一個行為對球員支付薪資嘅，只不過只能夠話列斯城嗰陣時真係有啲黑仔就俾佢捉到正，針對住佢呢一個案件嚟處理啦。最慘嘅莫過於啲球員啦，真係話失業就失業。所以英格蘭足球聯盟咧就做咗以下呢一個措施嚟打救呢一班失業嘅足球員。佢哋秘密召開俱樂部會議，對於呢啲失業嘅球員咧進行秘密拍賣。其實喺嗰個年代咧，雖然我唔知道佢哋點解咁唔見得光，但喺嗰個年代嚟講，你將人進行拍賣呢一個行為咧，其實好似一種奴隸市場咁。當時仲引發社會同埋球壇嘅強烈譴責添。但係企喺一個球員嘅角度嚟講，呢一次嘅措施無疑係令到佢哋翻去球場嘅好機會，同時球會亦都可以用到一個滿意嘅價錢嚟增強佢哋球會嘅實力。Why not？換係你哋點睇呢一個措施？由於列斯城嘅消失，令到列斯市高級別嘅球會咧就咁樣冇咗啦。睇波嘅啲球迷，佢哋啲波人又點樣解決呢？與此同時，隔離嘅呢一支哈特斯菲足球會就睇準咗呢一個時機，決定要將球會搬到去列斯城。一嚟可以滿足到列斯市嘅啲球迷嘅睇波人啦，二嚟列斯市嘅球迷嘅嗰個市場係比哈特斯菲嘅市場仲要大嘅，咁就意味住咩呢？揾錢就更加多啦嘛，係咪？而且連足聯都好支持添。點知哈特斯菲當地嘅球迷就強烈反對啦，而且仲掀起咗一場保衛俱樂部嘅聖戰添。咁結果就當然啦，搬遷就失敗咁啦。好啦，係時候有請以下呢一位仁兄出場啦，就係 Jurgen Klopp， 因為佢聯同列斯城嘅1000名粉絲重建列斯市嘅足球，就咁樣列斯聯就誕生啦。點解要提呢一位 Jurgen Klopp 咧？因為喺呢一件事件入面，佢係最大贏家。點解咁講？因為佢係列斯聯同埋前面啱先講話要搬遷過嚟嘅嗰支球會哈特斯菲球會嘅班主，就係一個人食2家飯。資本家真係資本家。
如果有一日我都可以成為，我就買起。好，球會錢越多，你支球隊嘅奪冠率就越高。60、70年代嘅列斯聯，以佢哋嘅實力嚟講咧，應該球會嘅財政資金咧係冇咩大嘅問題嘅，因為喺呢10年入面，由 Don Revie 執教嘅列斯聯咧，佢哋都攞低咗唔少嘅冠軍嘅。按照以上嘅呢個戰績嚟講咧，就可以形成咗一個廢話嗱，球會奪冠。然之後令到球會周邊嘅產品嘅收入就會增多，收入增多啦喎，球會就有錢買優質嘅球員，有優質嘅球員就可以奪冠，奪冠又可以令到個收入又增高，增高再買，買完再奪，哇，生生不息，咁就發啦。當年列斯聯嘅老細都係咁諗嘅。嗱，按照以上嘅邏輯咧，係冇問題嘅，有錢的而且確係可以提高你球會嘅奪冠率，但係個因果咧就唔係必然嘅。我再舉2個嚟俾大家睇睇。嗱，就攞車仔為例啦。嗱，自從車仔咧換咗個老細之後咧，雖然稱唔上係英超最有錢嘅球會，但係我敢肯定嘅就係佢絕對係英超最肯使錢嘅球會。嗱，喺23賽季嘅夏天轉會窗咧，佢哋就已經使咗大約4.76億歐元。結果喺23、24賽季，佢哋攞到嘅成績係英超聯賽排名第6。連歐冠都冇得踢嘅咩？我再舉多一個嚟，15、16賽季，大家都知道奪冠嘅係李斯特城啦。嗰個賽季，李斯特城使咗3600萬英鎊去買人，咁然之後賣人賺翻嚟嘅就係有2200英鎊，咁淨支出就變成咗1400英鎊。呢個數目對於曼城同埋曼聯呢啲大球會嚟講，簡直就係實碎。結果人哋咪攞咗冠軍咯。咁究竟奪邊一個聯賽先至係最值錢呢？嗱，喺呢度我哋要先將最值錢呢3個字嚟定義一下先。通常會有以下嘅呢幾個因素嚟衡量。首先，第一個就係官方嘅獎金啦、轉播嘅分紅啦、商業嘅收入啦，同埋賽事嘅影響力嘅。如果單一按照賽事嘅官方獎金嚟講咧，英超嘅冠軍絕對係最值錢嘅，因為佢嘅獎金係最多嘅啦。但係如果綜合4個嚟講咧，歐冠就肯定係遠超英超噶啦。作為歐洲最高水平嘅對決，不論係球員、球隊定話係老細，可以舉起呢一個歐冠杯嘅話咧，無疑係佢哋畢生嘅榮耀。我車有2個呀，正因為歐冠嘅魅力就好似如同呢一隻魔戒咁有吸引力，所以導致到列斯聯佢哋走火入魔，一鼓壯氣、雄心壯志咁樣走上咗破產之路。自從1974年當 Revie 嘅離開，列斯聯就好似鋼鐵俠冇咗心臟嘅嗰嚿電池咁樣輕晒機，頻繁嘅換教練導致球會嘅成績下滑。甚至去到1975年歐冠嘅決賽入面0-2輸咗俾拜仁，導致球會錯失咗歷史上最重要嘅歐洲榮譽。終於捱到80年代啦，你以為睇到希望？諗都冇諗啊！因為 Revie 時代嘅球員開始相繼退役啦，球隊再一步陷入低谷。咦？等陣，點解咁似曾相識嘅？頻繁換教練，內部管理不善，球員嘅成績又下滑，元老級別嘅球員又離開。頭痛。去到1982年，列斯聯就正式降級啦。從此佢哋又進入另外嘅一個循環啦。球員嘅實力就每況愈下，球會嘅戰績就越戰就低微啦。延伸出嚟嘅就係財政嘅問題啦。咁冇錢買優質嘅球員，咁就攞唔到冠軍，攞唔到冠軍就冇錢買優質嘅球員，冇優質嘅球員就睇買生生不息，咁就 BBQ 啦。直到88、89賽季，列斯聯終於迎嚟咗佢哋嘅小曙光。小曙光要起個拉風到睇，哎呀，冇錯，等我哋隆重介紹佢新上任嘅主教練 Howard Wilkinson， 佢令到球隊成功咁樣奪得最後一屆嘅甲級聯賽冠軍，成為咗英超嘅創始成員之一，重返咗頂級聯賽咯。哇，前面捱咗嗰10年啊，食啊！正因為呢一個小曙光，令到列斯聯嗰個老細決定奮身一搏。1999年嘅一個夏天，列斯聯嘅新班主開始上任啦。上任做嘅第一件大事就係大舉引援，開始過度咁樣擴張。等陣，對於你哋啲凡人嚟講，就叫做過度；對於我哋班主 baby 嚟講，就叫做高投入高回報。你哋唔明噶啦。嗱，睇翻下當年列斯聯嘅財務狀況咧係咁樣嘅。當年球會嘅淨債務約為900萬英鎊。根據 Deloitte 足球財務排行榜嘅資料嚟睇，列斯聯喺99同埋00賽季嘅收入咧，以當時嘅平均匯率計算咧，大約就係
5700萬英鎊。前一個賽季98-99賽季個收入咧，大約就係3700萬英鎊。得出嘅結論係乜嘢咧？咁即係話嗰900萬英鎊嘅債務對於班主 baby 嚟講可控，盡在朕嘅掌握當中。接住落嚟嘅0001賽季，球會持續高投入引援，當時仲打破咗後衛嘅轉會紀錄，以1800萬英鎊簽低咗里奧費迪蘭。活生生嘅案例話你知咩叫做高投入高回報。喺呢個賽季，列斯聯就闖入咗歐冠嘅4強，但係美中不足嘅就係喺英超聯賽入面，列斯聯排名第4呀。咁即係話下個賽季歐冠列斯聯係冇資格踢嘅，因為想當年英超係要前3你先至可以踢下一個賽季嘅歐冠賽事。咁即係意味住佢哋預期當中嘅歐洲賽事有嗰一筆巨額收入就冇咗咯。呢一頭預期中嘅收入就冇咗啦，但係前期你使錢嘅嗰個債務已經累積到去到3900萬英鎊啦，就係滾雪球都冇你咁快啊！接住落嚟，班主 baby 奮身一搏，直奔破產嘅呢一個操作，可能大家會覺得有種匪夷所思。但係當下如果換係你哋，我覺得你哋都有可能會咁做噶啦。俗語有云啊嘛，有賭未為輸，投降輸一步。嗱，每一次嘅奮身咧，肯定係因為你啊睇到希望，而嗰個希望，而嗰少少嘅希望，足以令到你喪心病。我哋嚟睇一睇呢一個希望究竟喺邊 ？OK， 雖然嗰個賽季佢哋攞咗第4，但係當時排喺第2、第3嘅利物浦同埋阿仙奴咧，相差嘅嗰個分數啊，相差1-2分。你試諗下，我上個賽季同第2、第3先差個1-2分，我今個賽季加大投注，下個賽季我直接冚低曼聯，再加上目前呢一個陣容，上個賽季都竟然可以闖到歐冠第4啦，只要我對症落藥，歐冠指日可待。係啊，發夢就係咁發噶啦，現實就唔係咁簡單啦。前面你又加大投注，後面嘅你嘅債務就追住你窮追不捨，壓力唔大咪玩啦。但係班主 baby 話你知，唔好慌，計仔總比問題多。球會正式發行25年期總值6000萬英鎊嘅債券，將未來25年嘅門票嘅收益咧就作為抵押嚟融資嘅。一方面咧又可以還短期嘅銀行嘅貸款啦，另外一方面又可以繼續支持轉會嘅開支添。資本家就係資本家，有膽識。好啦，膽識過後，我哋嚟睇結果。01-02賽季球會嘅成績係英超排行第5。仲衰過上個賽季，無緣歐冠資格。球會當年當個賽季嘅財務狀況出現咗3400萬英鎊嘅巨額虧損，再加上前面嗰幾年嘅累積咧，哇，去到2003年財務高峰約為1.19個億英鎊。從此球會進入另外嘅一個 cycle 啦，就係變賣球星，成績下滑，再賣球星，再下滑，再賣，再滑，再賣，再滑，生生不息。直到去到2004年初，正式進入破產保護。喺最後嘅關頭，有一個本地企業財團就買咗列斯聯啦。該財團咧就籌集超過2000萬英鎊嘅資金，並獲得債權人同意，以一筆8位數嘅英鎊交易獲得俱樂部嘅控制權。嗱，呢一次收購咧，雖然挽救咗列斯聯啦，免於呢個立即倒閉，但係個代價咧就要將球場同埋訓練基地咧嘅產權就轉讓俾財團，然之後再通過租借嘅方式嚟減輕呢一個債務嘅。好啦，嗱，去到2004年嘅5月份啦，嗱，雖然前面咧已經逃過咗呢一個破產嘅危機啦，但係由於成個賽季咧實在太動盪啦，同埋大家個實力都已經受損得好嚴重啦，所以列斯聯喺個英超嘅排行榜已經去到倒數第2呀，冇錯，有降級去翻英冠咯。唉，又係一條令人唏噓嘅結尾故事。好啦，影片嘅最後，大家可唔可以留言話我知目前英超邊一支球會面臨嘅財政狀況問題最大嘅？留言話我知吓。好啦，如果大家中意今期影片嘅內容嘅話咧，可以 like、share 同埋 subscribe。我哋下期再見，拜。冇錢又冇。冇錢又買唔到優質嘅球員，冇優質嘅球員又買唔，哎呦，維尼娜哦，哇嚇死我！